你又有冇翹腳嘅習慣呢？你又有冇聽過人哋話翹完左腳翹右腳就可以平衡返？呢個講法完全係錯嘅。我哋嘅盤骨就好似一個倒三角咁，連接住我哋嘅腰椎同埋我哋嘅股骨。長期嘅翹腳容易導致我哋盤骨側邊嘅肌肉張力唔平衡，從而導致我哋盤骨出現傾斜，引發功能性嘅長短腳。久而久之，亦都可以導致到我哋出現一個脊柱側彎。而你好多時亦都會習慣一邊腳踏上另外一邊，而調翻轉反而覺得唔係好舒服。咁係因為你嘅臀部肌肉習慣一方面被長期拉扯，同一時間你嘅股骨會出現一個外旋嘅情況，導致你嘅盤骨逐漸出現高低。如果你已經發現你有時褲頭着耐咗會歪埋一邊，企起身中意隻腳重心企喺一邊腳，或者成日反反覆覆有腰酸背痛嘅問題，咁你就要留意下你盤骨有冇出現我頭先講嘅情況啦。如果你仲想知道多啲乜嘢健康嘅資訊，就 follow 我 IG 啦。